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过来伫今仔日增加27个本土病例，44个境外，台北市卫处中人传播力搁再拖开，目前有4个学生染病，拖到3间国小，下晡也进行裁剪。桃园疫情继续伫咧北部增加2个吹无感染源的病例，另外伫台中也出现2个本土个案，拢是甲北部传播链有牵连的。今两大欠费农委会宣布，29暝之前已经协调业者，甲库存摕出来，逐工提供80万粒，互民众做使用。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7个本土病例，加44个带病入境。一寡本土病例当中，台北市卫处中人案件增加6个病例，宜兰大溪饭店相关案例则增加4个，桃园火锅店加幼稚园一个案件也增加3个出来。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机场港口就要加强体检。要去金门、马祖偏澳的民众，就要提供健康声明书。有出现症状的人是袂当坐飞机、袂当坐船的。若准是伫咧14天内有出现症状，伫现场提供公费快筛，阴性才会当上飞机或者是上船。也因为检查需要时间，提醒民众要出门上无爱提早1点半前到位。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扩大，礼拜5新增加27个本土病例，包含高雄港互相接话新增加4例，桃园夜市相关新增加2例，市体相关的华盛顿幼儿园新增加1例，龙潭的餐厅互相接话新增加1例，前都黑锅相关的加贝尔幼儿园是新增加3个人确诊。这新增的是祖母，然后父亲，然后现在女儿，那女儿就是在幼儿园的。然后再有一位18711是这个1861318613的一个子女。宜兰大溪饭店互相烧话新增加4例，阿东病房新增加1个陪病家属来确诊，台北市房仲相关新增加6个人确诊。幼儿园里面有4位确诊，4位的这儿童确诊，那1位同事确诊。另外，有国内本土个案感染源不明，包含有2个大稻埕的厝地人确诊，2个伫桃园北德的社区采检站采检确诊，也有1个印度籍的男性，因为出境采检才确诊。去年底的时候，在11月又返回在印度去探亲，然后再回来。那现在因为要到美国工作，那所以就自费采检。那这个 CT 值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必然要2采，然后看血清检验的结果。另外，国内上新的病毒基因定序也出来啊，顶礼拜阁新增加42例 Omicron 境外移入病例，总计国内已经578例本土加境外移入的个案。进一步分析1月以来，国内391例确诊个案内底，无症状的占4%，轻症的占5%，年龄大部分在30到40岁，可能甲乙肝族群的确诊有关系。大概也都是以这个喉咙咳嗽、发烧、流鼻水这些症状为主哈。那我底下有列出来，就是说还有这个像嗅味觉异常这个部分目前是统计只有2位的这个个案有发生。另外，因应本土疫情欠悬，指挥中心也宣布，对29拜六开始，机场甲港口要加强来检查。到金门马祖朋友民众必须要提供健康声明书，有症状袂使坐飞机，要到病院做 PCR。14天内底若有症状的人，现场提供公费的检查。若有24小时内底快速检查阴性的报告人，会使免快速检查。无症状的旅客会使自愿来检查。提醒旅客要提早1点半前到机场检查阴性，才发到上飞机也是上船。另外，桃机疫情最近上稳定，前进指挥所改编，后续由桃机应变小组接手相关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5个本土个案，是台北市这个卫处中人的案件所传出去的。本地是有一位幼稚园老师去面点食饭，却去互这位卫处中人传染到。这个幼稚园老师呢，有到这个补习班兼教课，就佮再把这病传互4个国小学生，甲1名补习班的员工。学校所读的有3间，下晡也进行采检。采检车进驻台北市上山区某一间国校啊。接到通知的家长带囡仔去做体检，因为上山区有幼稚园的老师确诊，这个老师兼课的补习班有4个国校的学生，还有1个补习班的资深人员确诊。里面有个小朋友是确诊的，都有被照测嘛，所以就过来做一下那个 PCR 检测这样子。就希望赶快做一做比较安心，对不对？应该是吧，对，我是同班同学，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妈妈会不会很担心？还好啦，就来做一下，也自己也比较安心这样。这个群聚案是台北卫处中人群聚案搁扩大的。
这个台北的卖厝中人为互因老母甲小妹了后，佮为互做伙食饭的朋友。这个朋友拄好甲幼稚园的老师伫咧同一间面店用餐。这个幼稚园的老师互话着了后，托互5个人，通接互无共国校的学生甲职员。这5个人2楼已经互扣咧做居家隔离，27验出阳性确诊。这个老师的密切接触者，那补习班里面的4个孩子都分别念不同的国小，然后这一位职员是来修电脑的，2位是比较高30几，那有几位都是20几，还有10几，所以现在我们也只能去判断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场域来接触，但是谁传给谁还是不知道。台北市目前扣咧幼稚园92个人，甲补习班29个人做居家隔离，而且扩大甲幼稚园149个人，甲补习班70个人做采检，除了5个人阳性确诊，其他拢是阴性。嘛公布这5个人22到25伫咧台北市的行踪，除了伫咧上山区的幼稚园上课以外，还佫有去上山区拍乒乓的球馆、补习班、KTV、餐厅，还佫有内湖的牛肉面店。台北市长郭文埭强调讲，目前台北市社区感染无断开，扩大的范围有变大。针对台北市驻莫德纳疫苗，拢已经互预约了啊。有诊所讲，市府敢若有配送疫苗预约的量的8成。市府强调讲，主要是因为莫德纳较无够价，诊所预约的人优先，成败自然济。若是无够价，会佫配送。嘛，呼吁中央佫开放预约，或者是评估台北市佫开家己的预约系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是要逼，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伫国安高层会议顶头采示，爱用谨慎而且莫惊吓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台北市即摆也公布讲，伫过年期间要甲防疫提升到2.5级。市长郭文埭也呼吁民众，若准无做过2档疫苗民众，上好是莫去店内用餐。国内疫情相关之备，国安高层会议特别讨论春节前后防疫措施。总统撰文指示，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以2年以来台湾模式做基础，新型评估动态调整，提前部署落实防疫工作，确保医疗量能，莫惊吓，鼓励民众做疫苗。另外，台北市也决定升级春节防疫措施，无注满2剂疫苗民众，除非有独立包厢，若无唔通伫餐厅内底食饭。你又不打疫苗？那万一被感染，很会重病，传染人也比较厉害，那你就不要来搞蛋，你要外送外带，帮你独立包厢我们一开始先这样呼吁，那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现我们台北市真的出现感染的时候，那就要用强硬的手段了。相关配套阁有卖场人流管制，每人空间至少2.25平方公尺。餐厅员工爱做2剂疫苗，满14天以上，满3个月爱做第3剂。不满12岁囡仔应对做满2剂疫苗民众进入餐厅食饭。市地社区服务据点2月7日到14暂停课程活动甲供餐服务。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活动也限制人数，供餐服务禁止内容，毋过用外早。禁止内用，但是可以外带，也是一样。到2月14号，也就是社区关怀据点的部分，我们会暂时停下来，到2月14号之后再看疫情状况来处理。郭文埭表示，若疫情恶化，台北市一天不明感染源本土确诊病例超过10例，一礼拜出现3件以上社区群聚事件，会升到3级，禁止餐厅内用。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暂时未对咧做，毋过呼吁市民落实防疫措施。市府也针对餐厅做好各项防疫加早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的本土病例一直增加出来，市长郑文灿表示，市政府的外包厂商有人员因厝内面的人确诊，目前有靠1群人来做采检。另外，伫社区的采检站也检出2个揣无感染源的个案，是物流公司的员工加八底市场的大头家。市政府也随宣布讲，这八底市场就要休困3天，相关人员拢爱做采检。来回厝消毒水，经过环境消毒了后，桃园这间托婴中心铁门拖落来无营业，因为遮出现确诊者的行踪，嘛和附近的店头是真烦恼。怕说我们有跟他错身而过啊，因为他有时候车子停在我们家门口啊，然后再进去啊，也是会怕啦，还是会担心啊。只是说，因为既然都发生了，还是要做好那个一些的那个自我保护措施啊。请到12号柜台办理。民众排队等要办公，龟山户政事务所嘛有确诊者的行踪，不过经过消毒了后，员工是正常上下班。现在新公布确诊者的行踪，是包括大卖场、高铁站、公园、银行、监理站，还有法院等等的所在。今嘛桃园疫情持续伫咧滚价，市府的资讯科技局甚至还佫出现外包厂商，甲伊做伙大的亲人嘛去围着。确诊的是机房委外公司工作人员的
家人和有人确诊。那该机房的工作人员也做了这个 PCR 检测，正在等待结果。都惊有感染的风险，唔但外包厂商爱做 PCR 的采检，电脑机房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嘛爱全部拢做快筛，还阁伫咧等检验的结果。防疫也袂当放零，因为包括阿旭电脑、嘉贝尼幼儿园、甲龙潭退休的登山者等等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嘛拢有新增加确诊的病例，甚至伫咧社区体检站，阁验出2个确诊者，感染源也来调查。巴德公有市场这个休市3天，那在安排所有的摊商跟工作人员，以及这个附近的居民来做这个采检。因为八地公有零售市场有贩仔确诊，市长陈文灿遂宣布休市3天，安排贩仔甲工作人员等等做采检。现若新增加的个案内底，还有一个物流的员工感染源嘛不明，都惊阁有还未发现的病例。伫过年期间，部分的体检站嘛继续伫咧运作，要尽力来阻挡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即摆也出现本土病例有2个，是对这个桃园八地区的幼稚园传播链内的个案，一直27验出阳性，目前相关的接触者验出来拢是阴性的。另外一个是伫新北市某一间病院，甲人照顾伊厝内面的人出来染病。那讲到花莲县警察局的一位主任秘书或者彭世军，因为排血症引起车公司，今仔早起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也因为伊进前有注到第3档的疫苗，引起正人议论。卫生局表示讲，敢有牵连，目前是还未确定。环保局的人员详细做消毒。台中市传出2个本土病例，暗号18711是一个25岁的女性，伫桃园读研究所，是桃园幼稚园传播链暗号18613的亲情。学校休馆了后，伊要去苗栗亲情因兜，2是转去台中沙鹿区农会西边办事处，2 5出现流鼻水、拿喉痒等等的症状，2 6去北市东路某一间诊所互医生看。迄天下晡因亲情确诊，伊互扣列做接触者，采检了后确诊 CT 值是16.73，即马16个亲人还有接触者全部互扣列。这16个人包括他的家人以及他在台中的接触者，一共有16人进行居家隔离。这16个人，我们紧急做 PCR 的筛检，全部出炉，16位都是阴性。另外一个是暗号18748，是21岁的女性，因为去新北市的病院陪病，所以去围着，不过无台中相关的行踪，所落来由新北市卫生局接续做采检甲居家隔离。台中市府唔敢大意，宣布29展开台中市的大消毒，包括交通场站、大卖场、甲庙宇等等643个所在。在明天，也就是我们9天春节连假的第1天，台中市有643个点，我们会在明天同步一起来做消毒工作。另外，花莲2早起传出不幸的消息，花莲县警察局主任秘书彭世军因为排血症引起心因性休克，病院抢救了后，还是救无回来，才到56岁。彭世军10注第3档疫苗，捌出现发烧的症状。2日上班的时阵，常常感觉头较晕，身体无爽快，送病院，病情怎常常变甲真严重。他的病情其实是转变得非常的快速，而且不稳定。那么在今天上午就放了叶克膜，那么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我们把急救的药物、强心剂，所以该用的就都用上了，也接受了疫苗接种，但是这2者是否有相关性，我想我们没办法做定论。花莲县卫生局表示，目前也无法度判定敢是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接着还佫爱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认定。疫情当地的滚价，民众也是爱赶紧去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高雄，高雄伫今仔日有增加7个本土病例，有4个是高雄港群聚感染案相关的接触者，另外3个是母仔囝，初步认定是讲去宜兰某一间饭店的群聚感染的时阵来相牵连的，是因为因伫咧这个月15到18这段期间，捌去到宜兰佚佗，有去带群聚感染的这间饭店。当初是伫咧调查的时阵，无甲因扣入去，而且这个妈妈伫20开始无爽快，甚至搁再传染互去到因兜聚会的台南朋友。另外有确诊者去行大过丹丹汉堡，因即马就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这丹丹汉堡无被开放店来用餐。工作人员详细对幼儿园的内外做消毒，因为高雄里新增加的7例本土的个案，其中一个5岁查甫囡仔就是枫林幼儿园的学生，伊甲妈妈要10岁哥哥15到18去宜兰佚佗时，不带伫宜兰打开某一间饭店，这阵母仔囝3个人拢确诊，初步判定是宜兰某一间饭店互相烧话相关的个案。1月20号18703出现症状之后，
大概有足足7天的时间，不管在社区的活动，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场域，都有造成大概有人群的一些影响。卫生局也是头壳摸咧烧，因为饭店互相烧的发生了后，敢若追溯到19大过旅客，7个人无被爆裂，所以妈妈20出现症状了后，被当作是一般的感冒。23也邀请朋友来厝内底食饭，但母仔27确诊了后，包列相关接触者时发现，迄天食饭内底其中一个朋友也确诊。因所工作的永丰银行台南永丰分行，礼拜赶紧来停业1天做消毒的工作。我们及时来加以进行匡列，那所以总共匡列了32位居家隔离的人，那有把200多位自我健康监测。这封话着朋友是台南2被新增加的个案，1月20住过第3档的对家姐属突破性感染。工作另外也到伊伫个永康甲桂林2个捌去过所在来做消毒，也过除了伊以外，是毋是有其他的人和这1个3个人来话着？高雄市府也真紧张，赶紧来调查，希望这个互相烧话袂摊开。另外，高雄港互相烧话伫一直暴力采检了后，即阵敢若有一寡控制咯。大范围的匡列，然后来进行高风险这些的筛检，那初步看起来，我们在社区的监测看起来，我们社区传播的风险其实是不高。但伊卖讲甲真确定，因为高雄港新增加的4个拢已经被爆裂，一采阴性了后，隔离期才转做阳性，其中3个人就是基丁进前因为冤家去挖到2个确诊者的亲情。不过市府也强调，基丁即阵社区的风险无悬，环保局这2天也对各景点甲13里进行消毒，希望当地民众甲游客过年期间会使安心伫个基丁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也烦恼讲，这高雄港的疫情会继续拖，交通部要求这港区的管制站，就要严格来查验来往的人员，无做过第2届体检的人，就禁止因入去港口。市政府也要求讲，12以后捌出入中岛上港区等所在有接触风险的人，伫这2天该做1届 PCR 的检。另外，讲到台湾灯会今年伫高雄举办，高雄捷运也宣布讲，到2月底进前无开放现场买票，避免接触感染的风险。旅客就爱用家己的电子票证，亲像是一卡通、悠游卡等物件入去坐车。高雄34号码头管制站28号一透早就看到货车排队排真长。交通部提管高雄港的防疫，所有要入港区的人，除了爱扫 QR code 是连接，搁爱摕身份证等证件。因港务公司的 App 比对，无完成2道体检的人，袂使入港区。做完第1次以后，你没有做第2次的话，我们在港口的管制站这个区域，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拦查。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话，我们会就近请你在筛检站这边进行快筛。除了出入严格管制，34、36甲55号码头管制站等体检站同款真无用，因为市府要求12号开始入过中岛上港区，也是基顶造船厂等所在有接触风险的人。28、29号爱专门搁一摆 PCR， 但毋那港区紧张，就要过年啊，因为台湾灯会期间可能有真侪游客来高雄。高捷嘛宣布29号开始到2月底暂停卖单程票，减少接触的风险。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减少大家接触的机会，然后让民众呢可以使用自身的一个多元支付，或者是信用卡，或者是说自己本身的手机啊这样子的一个用具呢，就可以进闸门，会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就不用接触了。根据统计，高捷用单程票的人大概有3%到5%，但为了确保像中部等族群可能袂晓用一卡通，也是信用卡、路卡入站。高捷表示，有单程票需求的人，也是会使去服务台，由高捷来人协助入站。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过年假期这天气是啥款。即摆年假总共有9天，气象局表示讲，这年假期间天气变化真大，对即摆开始会变较寒，拜1日、初1日的时阵会变较烧热，落尾搁再翻冷，提醒大家就要注意这气温的变化。街路的民众外套穿条条，加前几天的好天气无同，气象局估计28天气反凉，29受到南风混合的影响会有阵雨，接落来到微落暝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气温拢会搁再降低。小年夜到除夕影响的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我们目前评估大概是以到冷气团的强度为主，好，然后中部以北的最低温大概是12度到14度，南部跟东部大概是15度左右。
气象局表示，年假期间天气变化大，拜六开始各地头拢会较冷，嘛有阵雨。礼拜到拜一为落暝水汽减少，冷气团影响天气会愈来愈寒。初一到初二冷气团减少，气温提悬，水汽小可增加。初三到初四方面通过，加冷空气南下，天气搁再反冷，雨水嘛增加，一路影响到初六。温度趋势是呈现先冷稍微温，然后又再降温的这种状况哦。整体来说，变化的幅度还有速度都蛮快的。老人家、小朋友或是体弱的人，可能要特别注意保暖。大家假期间南来北往，可能要留意南北的温差。年假期间敢有机会落雪，气象局表示，为落暝凌晨虽然气温上低，但是水汽可能无够。1月30日、初一、初二这3天有可能伫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拄着落雪。记者郭不君、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最近这鸡卵是大欠货，农委会今日宣布讲，伫29暝进前已经协调主要农制品业者甲大型食品加工业者，把这鸡卵的库存提供出来，逐工会有80万粒。另外，也请业者互本地通路搁较侪鸡卵。农委会表示，若阵过年了后，这鸡卵也是欠货，无排除会对外国进口。到新北沙丁堡的超级市场，原本放鸡卵的货架全部拢是空的，北部欠卵不少卖场甲超市的鸡卵拢被卖了了。啊，毋过隔无偌远，较偏僻传统米粮行也阁卖少卵，民众听讲遮有卵通买，赶紧走来买两大袋。那介绍就免先考虑了。现在大家的一个心态就是买得到就。我要食要开，我反正去订也行。头家讲，因的鸡卵卖互百货公司、美食街、店家，一定要确保公平。地点毋是伫闹区，未出现抢卵的问题。礼拜下晡，卵品业者阁特别调来20几箱的卵。业者讲，过年进前无用试吃，尽量调度，尽量互有需求的人能买到。有缺啊，只是农委会有协助站上调蛋，尽量去补啦。因为快过年，要让大家有蛋可以吃，好好过年这样。最近鸡卵未付供应引起民怨，农委会宣布成立平台，为即马到为落暝进前加强调度，逐工应释出1到200万粒卵，主要协调卵品业者甲大型食品加工业者释出鸡卵。10%没有到加工所需要的生产的，都可以调度来我们的生鲜市场来使用，所以我们每天调4000箱，80万颗，全部到我们的传统市场。农委会解说，最近温差大，影响鸡的生卵，禽流感疫情也影响部分产卵量。鸡卵批发价每台斤是44块，农委会讲毋是史上上悬，啊，不过农民则面临史上上悬的饲料价销，农力苦苦支持。那年后鸡卵犹原无够，会为国外来进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有一个查甫人，伊伫3年半进前对一间中医诊所出来，却因为这钉仔卡是铺这大理石洗石仔的骨骨，顶头佫有水，伊穿这衬拖经过时阵，出一个跋倒，摔一个骨头断去。伊认定讲是诊所标示无清楚，而且也无做这防止出气的加强措施，伊就要求诊所爱赔偿伊92万。不过法官认定讲，这个查甫人伊所穿的衬拖是穿甲尾气，会出气也是正正常的，所以双方拢有责任，判决是诊所就爱赔一半。中医诊所的钉仔卡原本涂骹只有大理石的地砖，啊，不过即马加几啊条防骨条。中医师讲，就惊有人搁发生跋倒意外，但是发生伫2018年6月，一个姓郑的查甫人陪爸爸来看病，迄一天落雨，涂骹有水，姓郑的查甫人骨倒骨头进去，就提告向中医诊所要求赔偿92万8千块。已经很久了，你看隔壁也都是这么做。以前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以前我开业做40多年了，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现今的查甫人指控为治疗甲复健，意外拢无法度食头路，造成身心受创，所以要求赔偿。啊，不过中医诊所也指出，这查甫人本身的衬拖已经老旧，而且1年来看医生的情形也哩哩啦啦，无积极治疗，真歹证明骨倒甲受伤了啊运动障碍有关系。法院认定这查甫人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已经穿着2、3年，防滑性不足的凉拖鞋，行针细针骑楼。而且没有能这个注意地面的这个状况，缓步行走，或者是跨越湿润地面，足见这个原告就上开事故的发生也有过失。
速度放慢，而且我会尽量避开积水的地方。其实穿布鞋也是会滑的，只是穿拖鞋会更滑。不少人认为，雨天不管穿什么鞋啊，那鞋底防骨磨损拢可能会骨倒，尤其天拖更较会骨。认为责任不应该全部是警察来负。双方路营阁上诉，姓郑的查甫人目前无回应。中医诊所表示尊重判决，也随时保持地板大数，避免意外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欧洲的非法移民甲难民问题，对去年开始就影响到真济国家，特别是波兰。本地只有用铁网仔甲白罗西亚的边界隔开，不过对这礼拜开始，因会甲抢围仔的关度做到5米悬，而且佫会安热影像的监视器。这抢围仔的长度是做到186公里，要来防止这难民下过界。这是波兰伫往白俄罗斯边界原本的铁网的模样，两边因互相看较真清楚。不过，这礼拜开始动工的抢围仔是由重机具开挖地基，佮徛壁条了后，佮灌浆，显示波兰力气组织功能佮较强大的抢围仔。Zapora będzie o wysokości 5,5 metrów, długości 186 kilometrów. To nowoczesna zapora. Ona będzie wyposażona w specjalne czujniki wykrywające ruch, w specjalne kamery termowizyjne. 这是去年冬天以来伫共济边界入来非法移民潮，因是由中东、甲非洲到希腊，经过空运等各种方式到白俄罗斯，佮想要经过波兰去德国。不过欧盟各国已经无法度接纳更较侪非法移民，这人就留伫白俄罗斯挖进波兰的边界。事实上，欧盟的东欧会员国大部分正拜天接纳非法移民，也无愿意负担因过境照顾的资源。伫顶一摆非法移民潮期间，匈牙利就安尼甲欧盟去冤家。甚至遭到欧盟的处罚。这摆波兰拄着同款的问题，打算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欧盟是表示赞成。理由是白俄罗斯伫欧洲东西方阵营的对立之下，徛伫俄罗斯迄一边，欧盟指控俄罗斯用非法移民当作武器进行非传统战争，所以支持波兰强化边界安全，加起有现代化设备的抢围仔。新起的强化安全抢围仔长度超过两个边界一半，用金属材料，开新海票110亿左右。不过当地出现质疑的声音，有环保团体就讲，起这个抢围仔会破坏当地珍贵森林甲生态，而且也无法度阻止越过边界非法入境。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欧洲真侪国家伫27天，也就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拢会举办哀悼活动。以色列国会议长加德国总统做伙去到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献花表达哀悼。甚至有一位已经上百岁闪过这场灾难的准活者，受到欧洲议会邀请发表演说。伊也特别谴责这寡反对疫苗的示威者，讲怎会当把这历史的伤痛摕出来做抗争的工具。德国总统施罕迈尔、以色列国会议长李维日前赴87岁大屠杀幸存者奥尔巴谢鲁斯行入德国联邦议会，参加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追悼活动。李维发表讲话时指出，以色列甲德国经过无平凡的旅程，才达成和解，缔造出英勇的正义。גרמניה וישראל בנו גשר הרואה עין בעין את עוצמת הדמוקרטיה וחשיבותה, כמו גם את ההכרח לעבוד יחד כדי לשמור עליה שוב ושוב, יום-יום. 一家人搁去伫个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献花致哀。欧洲真侪国家，亲像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法国、比利时、英国、荷兰，自七这一天也拢为这次大战期间，之前纳粹统治600万罹难者举行追悼仪式。欧洲议会邀请100岁历史幸存者费德兰德鲁斯发表演讲，伊对境外反犹太主义事件感觉烦恼，佮对一寡反疫苗示威者将纳粹当年用来表示犹太人的黄色大会之称摕来大做文章的举动，感觉不可思议。Ungläubig musste ich mit meinen nunmehr 100 Jahren sehen, wie Symbole für unsere Ausgrenzung durch die Nazis, der sogenannte Judenstern, heute von neuen Feinden der Demokratie auf offener Straße schamlos benutzt werden,
sich selbst。第77周年纪念日进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呼吁所有会员国反制后人纳粹大屠杀加反犹太主义言行，尤其伫社群媒体顶悬。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伫咧美国有一间病院去互指控讲，这病院拒绝替一名无注武汉肺炎疫苗病人做换心的手术。病院强调讲，做任何手术进前，拢一定要先注意风险，是为着要保护病人。另外，美国有超过8成的民众认为，这疫情若准变做是流行感冒迄款，就永远袂断紧啊。波士顿布里汉妇女病院和家属指控，用无做新冠疫苗理由，拒绝为今年31岁弗格森做心脏移植手术，甚至将伊为伊生命单当中除名。发生几啊摆血甲塌掉咧，而且其中一摆插一条无名的伊，对新冠疫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表示真烦恼。He has been asking the doctors is to provide him or assure him that he will not be negatively impacted with the vaccine, that it will not make his current critical cardiac situation worse, and they cannot provide that information. DJ is not against vaccinations. 院方声明，医师病人需要做新冠疫苗，爱过健康的生活，这拢是基本要求。另外，做过疫苗的人生存机会较悬，进一步确保受证者伫接受珍贵的器官捐赠移植了后，能活搁较久。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some blood clots and some inflammation from vaccines, but far less blood clots and inflammation than what happens when you get COVID, where the blood clots and inflammation can be lethal. 另外，这一摆疫情什么时阵会结束？根据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调查，美国只有15%的人认为，只有病毒被大量消灭，才算完全结束。不过有83%的人认为，疫情流感化了后，对永远袂消失。而且为了无要被感染，64%受访者表示会选择避开群聚，65%甲别人做伙时阵会挂喙罨。两项数据拢比去年12月57%较悬，60%会避免非必要旅行，这数字比顶一个月53%较悬，也是去年春天以来上悬。迄时阵真侪美国民众拢也无完全做疫苗。另外，美国5到11岁囡仔注射率是真低，只有37%的父母认为马上爱替这年岁的囡仔做疫苗。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去年9月完成4位一般民众上太空的历史性任务。当初时有一位真幸运的民众抽到太空旅行，却因为伊的体重伤过重，就把这个机会让予伊的好朋友。这位得奖者今麦才公开这段真趣味的过程。去年9月15日，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太空船兼任号坐609号火箭发射进入太空，在地球的轨道3天了后顺利返来。上个特别是机顶4名组员全部拢是非专业的民众，这也写下这个太空旅游业历史发展阶段的大事。这场的旅程是由38岁电商科技大头家艾萨克曼专家来主导市场的机位，伊甲村里名家提出抽奖，为圣裘德儿童病院来募款，吸引民众踊跃来参加。住伫佛罗里达州的航空公司机长史普钦开600块美金参加，抽奖了后才发现家己150公斤的体重超出足以承载113公斤的安全的上限，只有把这个机会转送给家己大学时代室友资深鉴定师森布罗斯基。It was a contest. I won it. Couldn't accept it, so it's got to go someplace. You picked a good guy. So I might as well give it to somebody I know who's a spaceflight guy, and that's Chris. 史普钦甲森布罗斯基拢是太空迷，学生时代斗阵开车去看 NASA 太空船发射升空。史普钦甲票送予好朋友了后，并无特别甲别人讲，其实家己才是得奖者。只用在私底下按下心中的激动。I was doing everything I could to hold it togeth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launch. I don't want to show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Not that I'm trying to lie to anybody, but you can't. I'm just trying to keep as stone-faced as I can. 虽然史普钦无到亲身对太空来看地球，不过伊甲这4名组员的亲友斗阵坐特殊的零动力飞机，体验大约10分钟的太空失重的状态，难得的经验，又感觉真欢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总统蔡英文去到洪都拉斯参加因新任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去到现场祝贺。
赖清德要含何锦丽受讲到话。买手赖清德要含卡斯处谈话，关一寡这防疫物资予洪都拉斯。卡斯处也伫推特顶头发文感谢台湾。大一天向媒体表示，卡斯处捌讲过想要甲中国建交意愿，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啦，解除外交危机。听到现场司仪宣布咱国特使团入场，副总统赖清德带领官员加入去洪都拉斯总统卡斯处就职典礼会场，因甲洪都拉斯的人民摇手小酒问，现场的民众是真热情回应。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去现场，伫咧幕僚技术性的安排之下，赖清德甲贺锦丽两个人一开始是徛做伙，赖清德顺即个势，甲贺锦丽小酒问，因两个人讲话差不多30秒钟。根据了解，赖清德甲贺锦丽讲，感谢美国对咱国的支持。贺锦丽嘛甲赖清德讲到两国伫咧中美洲的共同利益，也佮有中美洲移民的议题。赖清德甲贺锦丽的座位拢互安排伫咧头一排，两个人中继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甲哥斯达黎加总统阿瓦拉多，另外贝里斯总理布里斯诺，甲多明尼加副总统潘尼亚嘛到现场祝贺。赖清德嘛一个一个甲因对话。西班牙方式伫咧推特公布的影像。嘛有赖清德甲菲利佩6世讲话画面。典礼过程当中，有现场观礼民众向向昏倒，有来考医师身份的赖清德一个听到这个声音，想要去甲伊斗相共，不过因为已经有人去处理啊，所以倒来座位。这个过程当中，贺锦丽嘛有看到赖清德走向昏倒的民众迄个方向去。洪都拉斯新任的总统卡斯楚，伫因翁婿前洪都拉斯的总统塞拉亚的陪伴之下宣誓就职。会后，卡斯楚甲贺锦丽相并会谈。贺锦丽甲媒体表示，两个人并无讲到中国的问题。赖清德接续嘛甲卡斯楚会谈，而且官方又物资互因。卡斯楚嘛伫咧推特顶悬发文搭会谈的相片，感谢台湾要协助洪都拉斯发展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天，朝野党团拢要拼一个总预算三读通过。不过有风声讲，行政院会伫三读了后，就会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早起也公开呼吁行政单位就要赶紧解除禁令，所以引起国民党的不满。那赢立委就去占领主席台，甚至讲要提出倒戈案。落尾，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出面来代表会席里，行政院也发出声明讲，这总统府伫今仔日的国安高层会议无讨论到解除禁令的议题。因为这样的误解，造成了整个议事延宕。我代表民主党党团在这里非常郑重的向大家抱歉。上段审议，民进党团总调一名郭建明代表来会席里，才表示国民党团的不满，同意继续来审总预算。礼拜四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天，朝野党团要拼过年前通过总预算的三读。原定中道结束，不过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早起公开呼吁行政单位应该为民众送上最后一个新年的礼物，解禁福岛5县市的食品。关于这5县市食品开放门口的问题，认为实在没有什么多的理由。特别是今天呢是最后一个上班日，其实行政院应该在今天的时候做出一个决定，给国人一个礼物。结果文化为开放福岛食品，和国民党真生气，占领主席台背甲议事，讲若是要开放，会提出倒戈案。如果打快一丢出来，就3天原味全部停摆，然后再2天，就那3天是冷却期，然后 plus 2天一定要处理，所以5天内处理，那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立委要来处理这个倒戈案。国民党团讲，民进党团算2面的手法，一方面讲袂伫过年之前开放福岛的食品，另外一方面伫咧卡车片来插刀。为什么这么委屈？一个民进党立委也无了解郭国文为安怎在最后讲这个话，表示无代表党团的立场。何时我们绝对拒绝，所以郭委员他就是个人的呼吁，时间他呼吁，他就是立委，他也没办法去了解到整个内部的状况。郭国文是伫面册下室内强调，法本呼吁解禁福岛食品是个人的看法。另外，总统府里白调开国安高层会议，行政院也搁再发出声明来澄清，会中并无规划甲讨论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强调开放无时间表。不过，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讲，已经经由日台交流协会这管道，基于科学的根据，说明日本食品的安全性，愿意提供台湾必要的资讯，推动尽早来解禁。记者综合报道。
外交部伫2020年有推动台澳连结奖的奖学金计划。去年11月了后，真侪澳洲的学生就向大学申请要延长交换期间。不过今仔日下晡有真侪间国际大学的国际事务主管呢，因是做伙召开线顶的记者会，是因为外交部进前捌答应讲会协助这签证甲奖学金。不过伫昨却是收到通知，讲这学生的签证若准到期就要离开，伊认为讲安尼做会损害台湾的国际形象。头一批摕到外交部台澳连结奖学金澳洲的学生，第一间是专业学华语，去中小学协助英语教学。这学生是为17个国家来的，拢总有443个人，其中英国学生是占上济，有128个人。有人偷偷的真介意台湾，想要继续留伫台湾学习。这15个人里面有7个人，他们愿意留下来。我们也愿意付出他们一点钱哈，让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这些学生都来自于欧洲的名校。交换学生申请延长交换，按听书只要台湾的大学，甲因伫海外的学校拢有同意，无遮名额都无问题。袂少大学拢讲，一直到1月25，外交部拢表达会协助签证甲奖学金的事项。不过27尾仔，外交部煞打电话甲因通知讲，学生爱伫原本签证到期之前离开台湾。甚至我这4位学生里面有一个他用了一个词，他说 deported， 等于是被递解出境的那种感觉，他用了比较强烈的字。我想前面再美好的经验都会留下一个黑影。外交部雄安尼甲因通知，互学校甲学生拢袂负欢迎。领导是部分的澳洲学生，顶日了以学校发的就学许可证明文件，提出延长居留签证的申请，摕到延长加签。中山大学就有2个。不过，中山大学国际长讲，这个乖乖要等外交部统一办理的，煞无法度延长，叫这学生是要安怎？欧美的学校都已经开学了，他们也错过了原来学校的选课了，所以呢，我说这些学生，他们如果这个情况之下真的被迫回去的话，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不舒服的。袂少大学呼吁外交部协助台澳连结奖学金学生留伫台湾，唔通互因怎安尼心肝真艰苦来离开台湾。无采当初设定这个计划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昨有接到通知，讲2月15到28这段期间，这境外学生或者是教育研究人员入境了后，是袂当申请集中检疫所的。主要原因是这个集中检疫所的量能爱留予国内民众使用。一寡境外生入来台湾是爱去住防疫旅馆，而且学校内面这个境外生要入境进前5天就要变经营的申请，若无本地入境许可就会去用撤销。教育部统计讲，这届变动大概影响到270多人会受到影响。各大学第2学期境外生头一批伫2月16入境，不过医学会27通知教育部，国内疫情当咧严重，集中检疫所量能有限，大先予国内民众做隔离使用。2月15到2月28这段期间，停止教育部境外学生甲教研人员申请去住集中检疫所，全部改去住防疫旅馆。若准无伫咧入境日前5天完成申请变动，会撤销本地合法的入境许可。专责的单位在负责这一个事情，那也跟台南市的卫生局都有这个联系，媒合的界面应该是还好。新光大学表示，找防疫旅馆毋是问题。清华大学也讲，16无清大境外生要入境，不过伫咧2月进前有要到100位的境外生会到台湾，因自本就安排因去住防疫旅馆啦。学生他本身的要求，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经济实际就是困难，他就是要便宜嘛。第二个，大家就配合着这种高风险国家。不过这次来的刚好就还真巧，就是没有这2类人。虽然因无受到紧急通知的影响，不过严大林也讲，明仔载特别休过年啊，时间上有淡薄仔赶。但保其他的大学无受到影响。境外生权益小组也认为，经济状况无理想的境外生入学的时间恐惊会拖慢。如果要在这样短的10多天的时间内，那像春节这个档期价格其实增加了非常多。那我觉得对学生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无法度负担防疫旅馆费用的，伫台塑带着66位对马来西亚的侨生，本地是决定2月中过后会入境去住集中检疫所，不过即马决定是全部迁到3月再入境，也因为上紧入去学校的时间是3月底。可能是赶袂赴开学，前2礼拜会先施行线顶教学。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伫这礼拜有公布武汉肺炎的长期后遗症，国内也有一寡病人出现类似的病尾，亲像胃着病已经复原超过8个月的人，也是出现一寡亚腺啦、鼻毛芳臭的大气喘的情形。不过，根据英国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讲，若做过2档疫苗的人，去治疗病尾几率也变较低。一名70外岁妇人有真侪年糖尿病史，去年5月感染新冠肺炎，住院5外月才出院。是不到开始出现无定时的神经痛，甚至痛到无法度起身，规工拢无法度出门。后来经过门诊追踪，才知影原来是得新冠肺炎长期后遗症，俗称长新冠的影响。他糖尿病的那个神经病变的确是又比其他人来的严重，所以他常常会觉得说很疲倦。早上的时候起不来，然后就是卧床，然后就没办法出门。医师表示，国内新冠肺炎恐吓人常常看到的后遗症，包含疲劳、皮毛、会喘、记忆衰退等脑部症状。国外研究报告也指出，糖尿病染疫时阵病毒量较悬，捌得到第4型疱疹病毒甲特定自体抗体胜过侪人，是长新冠4大高风险族群。做完了后，要配合复健门诊，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在国外像 UCLA 他就直接成立一个新冠照护中心，在欧洲也会有成立那个新冠照护的专门的机构。那但是台湾相对的规模比较偏少。医师提醒，患者染疫了后身心压力是真大，医疗机构应该设新冠肺炎特别门诊。另外，英国上新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有做过2剂疫苗突破性感染的人，得到长新冠的几率较低。呼吁民众赶紧做疫苗，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疼惜家己，关怀别人。对于后礼拜开始就特别过年啊，新德市有300多间的爱心店家，则会参与吃上饱补助计划，希望会当互弱势民众伫过年过节时阵感受到正能的温暖。已经卤8点钟的卤肉，互人看了会流嘴烂。特别过年啊，厝内经济较困难的家庭，过年可能更加辛苦。新德市政府甲300多间商家合作，提供爱心餐券。希望因过年时阵免惊会腰巴肚。只要你来，你言明说我需要爱心餐，我们不会去问说你为什么需要，或者是你必须要什么样的证明，没有。只要你来，我们就给你，这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了。不是说吃很好，但是吃得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是一些很弱势的，他们非常需要。不要小看这一碗小小的饭，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温暖。社会处指出，这份食上饱餐食主要是提供弱势家庭有需要的时阵，经过社工评估，会使摕到餐券，会使到有大爱心商店的店头换食的物件。这次的过年其实比较长，大概有9天的时间。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比较不方便的外食。那也因为假期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透过爱心福利社以及假熊爸这样子的计划，那让弱势家庭在过年的时候呢，孩子以及家庭呢都可以温饱，有感受到暖心的服务。今年因为疫情冲击，真侪人头路受影响。头家讲，虽然真侪原料直直起价。不过，只要受到会使帮助人，更较辛苦，嘛有价值。记者周君和新潮报道。嘉义县政府伫旧历过年进前，拢会招县政府的员工来做志工，配合民间的强标加善心团体去关心弱势家庭。今年拄好是第10年啊，县政府也要到500名员工来参加，用200多台车替18乡镇，计共1500户的弱势家庭送年菜、送红包，希望会当互因欢喜过年。县府的员工无闲甲物资搬去车顶。为着要提供家己县18乡镇计共1500个弱势家庭，会当好好来过围炉暝。家己县政府员工重任志工，要来分送年菜。疫情期间，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谢谢县政府还温暖的送年菜来替小朋友夹菜。家己县伫旧历过年进前，民间的宗教团体甲善心企业，拢会配合县政府来准备年菜送予弱势家庭。因为嘉义县山区、海区所在寡，需要出动200多台车来到上才关爱户。这10年来，那可以说我们透过这些捐赠者，那我们县政府的员工当志工，那送到每一户需要的家里面去。那我想，那这是一个公部门跟民间
一个合作最好的一个典范。上完这年菜啦哈，烫烫的就会当安尼来食咧，大家真方便啦，真好啦哈。受疫情影响，一寡弱势家庭的生活也是愈来愈辛苦。除了年菜以外，协助的中华团体甲善心企业，还有另外包红包。嘉义县政府表示，今年各界捐助的年菜机会有371万，比过去多较侪。嘛希望这款善心活动会当继续举办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大戏剧是高雄真重要的海洋文化，时代变化了后，这大戏剧文化也大大消失。高雄有3位少年人对高雄真有感情，因想要把港口的基地保留落来。渔船仔出海，若想要大丰收，拢会伫咧新船落水的时阵挂5彩的旗仔，旗仔彩愈济，代表丰收的祝福就愈济。这种旗仔伫咧台湾叫做大喜旗，伫咧340年代是高雄真重要的海洋文化。不过因为时代变迁，甲渔业资源愈来愈少，即马大喜旗伫咧高雄已经慢慢消失啦。阮真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制作的方式咧推转来，互大家知影高雄吼，拢有这个大喜旗的文化。来到基镇，有3个少年人因为对高雄有一份在地情感，决定为大喜旗开始展开，就做伙成立三镇屋工作室。因从2017年开始进行甲大喜旗文化找倒转来的计划。在过程当中，除了世界做田野调查。甚至走去到日本，请日本师傅教因戏旗制作的工法，接续照起工一步一步做试验。啊，讲阮的字笔敢若念的程度甲日本的字笔无啥共，会结规矩，像麻糍安尼相连，所以我就去找字笔，找足侪间的去试，一直试。做原料技术自本就无简单。伫画过程当中，嘛称在因为小可灯打起，都爱全部为头壳开始。虽然拄着真侪困难，不过也是无影响因想要甲大喜剧文化找倒转来的信念。日本传入来，韩国嘛有，因拢在地化。我就讲因拢老了，想到咱袂使。渔船仔起行，大喜剧伫风中摇摇飞，这把是高雄人的记忆。要安怎甲永过阳光搁找倒转来？淑文、依玲、甲依智，当伫咧追求梦想的路程，互因的戏剧梦坚定随风飘扬。记者周培玲、吴一修高雄报道。立陶宛有一栋大楼，伫咧整修的时阵，所发现讲有几落张去封藏起来的批，落尾邮便署也有找到5位收批民众，这挂批经过50年后，总算送到民众的手头。即马用手亲笔写批已经愈来愈少看啊！伫立陶宛最近有人竟然收到一张伫51年前寄出来的批。这个批笼规个已经圆一圆，顶悬大邮票，还佫有长的日期，是伫1970年的3月份。寄批的人是伫咧波兰，这张批是要写予迄年还12岁，住伫立陶宛的笔友。批内底写讲，因为天气伤寒，公车无驶，所以伊就爱伫咧零下23度的温度，家己行路等去厝里。Galvoju, čia kažkoks pokštas, kažkas juokauja. Būtų čia prieš balandžio 1, tai pagalvočiau, kad čia jau tikras pokštas. Bet kadangi paskambino kelis sykius, po to dar vėl skambino ir pasakė, kad gautas laiškas, sakau, tai persuskit. 这张批是伫维尼纽斯的一栋厝，要重新翻修的时阵，去有工人发现的。这栋厝的主人认为讲，可能是迄当阵的邮便署把这个批藏起来，想要找看敢有贵重的物件，想袂到一个藏就是半世纪。There was a door before, so we did demolishing the wall, and the bricks started to fall down from the top, and backed by the bricks fall the letters, a lot of them. 后来这个批放送去邮局，邮便署真拍拼想要把这个批送到位，就算是批顶悬的字迹甲行路的名拢已经改变，不过伊也是想尽办法，要亲身把批送去收批的人的手里。They were, on one hand, they were emotional because it's like, a letter from 50 years ago. Like one lady said, it's like receiving a message in a bottle from the sea. 目前已经成功找到5个收批的人，有的人是已经过往啊，邮局只好是转交予伊的亲人。不过大部分的人收到批是感觉真惊喜，因为透过这个文字会当看到50年前生活的踏踏地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家人到新竹对15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节后，一个新年头旧年尾，要祝福观众朋友家家户户趁家伙，行东东好，行西得宝，行东西南北，食青龙免烦恼。我是嘉豪，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咱再会。